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係天威神武啊。話說《鬼滅之刃無限城篇》嘅第一章猗窩座再集，9月中喺美國已經上映咗啦。本來好想第一時間去睇嘅，但係無奈真係忙到癲啊！結果我一等就等咗成個多月，終於有機會入戲院睇啦。講真啦，我已經好耐冇買飛入戲院睇戲啦，應該係疫情之前嗰陣呢係最後一次啦。今次再踏入戲院，竟然有啲陌生嘅感覺，成件事都好似 reset 咗咁樣。今次呢，我同個 friend 去咗三藩市 Daly City 一間戲院嗰度，我都係第一次嚟㗎。雖然呢間戲院唔算新啊，但係成個感覺呢，俾我都幾乾淨企理。查完飛之後上2樓就係買嘢食嘅地方啦。價錢呢，例牌貴到嘔啦，但係睇戲唔食爆谷唔飲汽水，總係差啲嘢咁樣嘅。好似冇完成一啲儀式感咁樣，拎住爆谷汽水，我哋慢慢咧就上到3樓嘅放映室啦。值得一提嘅呢，我今次係揀咗一個豪華版嘅放映室，每個人都有一張好似按摩椅咁大嘅凳，撳個掣呢，張凳仲可以伸展變成一張床咁樣添。成個人半躺咁樣睇戲，真係爽到不得之了。睇咗2個幾鐘嘅鬼滅，完全唔覺得辛苦，仲覺得如果再長啲都冇所謂。睇完之後只可以講正，音樂、分鏡、畫面全部都做得好好，比起漫畫有另外一種嘅震撼感。不過呢一條係 Vlog 片嚟嘅啫，所以呢我就唔作影評啦。可能睇完之後太有感覺、太有 feel 啦，最後都忍唔住入坑買咗2隻鬼滅公仔返屋企。第一隻呢就係 G&G 嘅禰豆子，第二隻呢就係 Vibration Star 系列嘅炭治郎火之呼吸5之型火車。禰豆子嗰隻咧係 G&G 系列啦，所以咧就比較大一啲，造型亦都幾靚，頭髮嘅雕刻咧亦都做到好細緻，detail 位咧都有照顧到噃。至於炭治郎嗰隻咧，我就好中意佢嘅動態 pose 啦，用出火車招式嗰種翻騰火焰嘅感覺做得好立體。雖然比例細一啲啊，但係面部都完全唔馬虎，好細緻。呢2隻咧都唔算係大件啊，所以價錢咧都比較親民。所以咧我自己就好滿意啦。今日條 Vlog 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啦。我做片嘅經驗咧仲係學緊之中啊，所以真係好需要大家嘅支持 ，like、留言同埋分享，等我可以繼續拍多啲有關美國生活嘅影片俾大家睇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多謝你嘅觀看，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同埋留言。訂閱同埋撳埋個叮叮鐘，選擇全部，有新片就會預埋你㗎喇。如果唔夠喉嘅，可以睇埋右手邊2條推薦片㗎。